咱头先呢，先来看这个红姨的这个动作。所以红姨就是迄个有护身的，敢是？对，就是护身，被人被亡魂附身的这个角色。简单讲，伊就是灵媒，童机啦，童机的意思，嘿，童机意思。啊，这个红姨呢，伊手会摕2张这个瓜纸，哦，咱看伊手摕迄个符啊，黄色的符啊纸，迄个啊卷做尖尖，哦啊夹咧，啊会点火。啊，伫仪式当中呢，伊会倒退行，啊一边行一边摇。哦，啊这呢就是过路费。哦，现纸烧钱是要买路啦。对。啊，搁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照开地甲芳泉路这黑暗这条路。哦，光明。对，看到路爱当行好路。安尼。所以倒退路就是咧讲这个红衣倒退。对，伊就是倒退行，所以这条歌就叫做倒退路。哦，啊，敢有红衣是向前行的？有啊。哦，迄是宪哥伊拢。向前行厉害啊！厉害啦！哎呀。歹势。袂，啊，过来呢，这个红衣头壳顶呢，迄张纸就是掩身花。哈，掩身花。掩身就是隐身啦。哦，撇免讲啊，咱来做看望，真正去互歹命来附身。伊是要保护这个角色、这个人、这个演员。